我不要来，不要来，对，这样。我都躲在这里，这样我要不承认。我再来，好，先这样。等下去手机照相了，对吧？我还在对路外来，我先理解上来。你说到哪走啊？是那个，对不对？一代302，我你抓比赛，我做喺202啊。对。这个天。哦，这个。我这个狗也是狗天。我来的，这个你来好几路都有的。我来几点就5点了。啊，这么年轻啊！你让我年轻，这么年轻都在干嘛？等一下下，1分钟，2分钟。来，杨护理。那你家这个记者会啊，这个现在去的记者会。来，敬礼花心很拜。敬礼花心，敬礼花心，爱敬礼花心，不要愿在应该，我的花，爱敬礼花心。为着咱的心来明白，来敬拜咱的主耶稣基督。
来祈祷。主啊，让阮明白，就是你所设立的人内底，这个敬拜，这个服侍，这个何乐，就不一定啦，就是阮的理解。要从这天感谢，就是看过，完全同心，感谢祈祷，就说阿门。咱用谦卑的心来交给咱的主，多祈祷，这来祈祷。主啊，然后我拜自己所设立的内底感谢你，前两世界空间的用心灵、心情来敬拜，来你用祈祷，就是我我哋感谢祈祷，做顺序，阿门。咱的嘴唇会当欢喜，咱的耳朵会主来祈祷。感谢主的手势，阮有嘴唇，阮一家抵挡，可当用水的声音，用真正的声音敬拜来服侍主，这是主你所手势互阮的，我们从这何乐感谢，拢是奉主的圣名，阿门。就咱耳孔来听清楚，咱主要爱咱讲，爱咱这个声音来祈祷。感谢主的手势，阮有嘴唇，我有耳孔，阮伫遮会当听清楚，来用。各种声音来分辨好歹，咱伫遮要用来用好的声音来见证主的听，这是主你所赏赐予阮的，阮的耳孔会当分辨好歹，这是主你所赏赐予阮的。我要从这献上感谢，祈祷，拢是奉主的圣名。再者，咱阁有手术，上帝阁有手术咱目睭，互咱自信仰望主，求主看顾主，来荣光主的名，有这来祈祷。主啊，除了嘴唇、耳孔、目睭，要互阮分辨，来自做好，互阮有法度分辨这个好歹，用阮的目睭来看出一切世间一切事，最后我们就求主你看顾，互阮的目睭会当分辨好歹。当有法度来做主你的工，来荣耀主你的名。从这献上感谢，向主祈祷，拢是奉主的圣名，阿门。为着咱会当完全领受主的教示来祈祷。感谢主的手势，伫这严重的疫情中间，你也手势阮清凉舒适的空间，有这款兄弟姊妹伫遮，要过来何乐领受主你的教示，求主你看顾带领，咱们从今日敬拜一切服侍，完全摆在主你的手中，
就祝你祝福我父，尤其是今仔日是母亲节的去纪念这母亲离开母亲的时，就祝你特别使阮看过这母亲，用一个温暖的心，搁互因有气力来治疗治主，来做主的工，来荣耀主的名。我哋感谢祈求，拢是奉做圣经，阿门。咱来念我的心真幸福，拜。我的心真幸福，全心充满我的心，天天困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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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记几个回报下。你冇嚟講嘅啫，等東西喎。唔使啊，你而家未出喵嘅，我這個我究竟想到嘅東西。媽媽節快樂！記得咁跳第二項，啲人話都係要跳佢哋標準嘅爭取啊。但是我以為注意佢，我哋係先做一個經常嘅，但是經常做嘅就標準啊，就標準。佢講就就啲毛病，但係誒就冇毛病，叫佢係壞人講，佢唔他等于有些老一样，讲话的意思。他说哪么讲这个中国人，这等于个东西。我们该洗，那个休息还是洗，要被监测，没有。这类修育，修育包括这找到了，你别说，你这那个做，我也做的修的，也我不做。个天气来，那后来那是一家，这是到，那个啊，所以在你在你东西，你这也是跟肯定大家注意的。那个嘛，我看我基本上係拜二時間，我邊一隻我有做啊，拜二嘅時候你自己知啊，我哋自己做咗。我處理你發現啦，公司可能看咧，一旦處理比較處理啲，可能係愛個辦到係，你話喺中國還是講你啲錢交錢咯，基本上上
标材料，经济，喂，然后没有味道。喂，他们是那跟故意各种他给你那块什么已经不知道，这个当地的个人来处理，记录，记录这样。这个的话，遇到过，然后呢，这个本来的，后来这个，主要这个记录，现在的。所谓你在这种看，对于哎那个些那个戏剧，我是干脆刚开这个。所以所以这款啊，用带，还是这里较早都我比说的那个，现在好像讲这个，一点都不标准。我想在这里或者你换什么地方换到。兴趣好了，我是要不要？你不能上班，我是要。是吧？后来我这边在华兴东西，他们厚重，隔腔重，厚重隔腔哦，这种到对其实后比较多平地区，应该也进我拿的小刀连帮小关头过，你说会跳的，这东西就有第二天的今天家那边有的人有花过的，这么过多呢，一直花，那个掉的钱啊，你说，我一个不用着急，花钱，还是错的。你关键这里做不了。对了，而且拢卖炒米饭，他自己出钱。
耶和华，我倚靠你，求你予我永永无见效，照你的公义拯救我。求你阿耳孔听我，紧紧来救我，做我坚固的石盘，做拯救我的卫所。这条俄罗有圣诗，圣诗第25首，奇妙圣名，至善阁美丽。圣诗第25首。奇妙圣名，至善阁美丽。对譬如甲故事话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同做上帝。俄罗有神啊，奇妙圣名，请你起立并传授圣诗25首。奇妙圣名，至善阁美丽。譬如甲故事话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听同做上帝。即咱游玩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
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勒岛林内受苦，定是个死埋葬无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袂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信上公共的教会，圣道的上空，最下面肉体国话，永远活命。阿免。请坐。请咱同心来启用。启应文第35篇，启应文第35篇，咱有看圣经的，伫咱圣经后面启应文部分1061面。启应文第35篇，请咱同心出声来启应。我的囝儿就听老爸教示。要专心学习教育，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捌做老爸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住我的话，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得。毋通气煞智慧，伊会保护你。智慧上重要，就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高鼓你。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着谨慎靠守，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请咱同心来祈祷。马有慈悲怜悯公义的全能主宰，阮的天父上帝。伫即个日光灿烂的主日的早起，阮众人各同自集伫你的圣会内，好做用诗用赋来称颂你，并且要学乐你的圣尊名到永无煞。亲爱上主，伫你的怜悯甲慈爱中间，虽然阮伫日常生活中，检查有拄着侪艰难困苦，直到失去信心，却常常要滑倒。纵是你的慈爱双手，却随时扶持帮赞，互阮会当安然经过死荫的山谷。这是阮同信的兄弟姊妹，要用心灵甲诚实，伫你的脚前，恳求上主施落安逸的神，伫阮众人的心上，互阮会当得到精英的快乐，来跑走头前你为阮备办属灵的道路。听阮的上主，今日是母亲节主日，感谢你赐阮每一人拢有一位慈祥的阿母。阮对母胎开始，一直到长大成人，老母拢每日为着阮操烦百百，甚至无计算任何代价来付出一切。只是恳求上主保守阮每一位老母，会当身体勇健，心神喜乐。检查有的老母已经离开世间，安享主怀，也使因会当有坚定的信仰来遵行上主的教示。果然，诚侪伊所喜爱的信徒来报答老母的恩情。慈悲的上主，感谢你的保守，互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对伫台湾渐渐减少。
恳求上主带领阮台湾以及世界各国，会当早日脱离武汉肺炎病毒的困局，互全世界紧紧恢复正常的生活步调，经济运作也会当逐步正常化。对安尼，互世界正基督徒也会当参像阮伫教会内同自集来敬拜你。放过阮的上主，求你也甲今早起袂当来到遮敬拜你的兄弟姊妹同在，因有年长的、身体欠安的、出外读册工作的，或者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来教会的，恳求圣神甲因同在，也会当甲阮一齐来领受你所赐落的恩典甲祝福。恳求上主甲教牧师同在，圣神搁一遍通过伊今早起所要透放的信息，互阮得到大大的造就甲人命的更新。直接阮要用你所教习惯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日你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海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即点咱们来讲受上帝的话今日是伟大的母亲节咱圣歌队有要用2首诗歌来送互咱的阿母咱每一个阿母那么也要用这两首诗歌带领咱兄姐来进行敬拜。今早起圣歌队所要念的诗歌，第一首叫做《阿母》，第二首叫做《寸心点会报春晖》。
即个咱来讲述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一章到第1节到11节。咱旧约圣经291面，291面。撒母耳记上卷第一章1节到11节。咱旧约圣经291面，显着，请听我来读。以法莲山地的南马所会，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纳，是所弗的元孙，托付的曾孙，以利户的孙，亚罗汉的囝，伊有2个某。一个名汉娜，一个名毗尼娜。毗尼娜有囝儿，汉娜无囝儿。这人当年对伊的本城就去到示罗，要敬拜也要祭祀万军的耶和华。伊利2个囝，何惠尼、惠尼哈伫遐，做耶和华的祭司。伊利加纳献祭日。分祭肉，互伊的某毗尼娜，甲伊的囝查某囝，总是分互汉娜的是双份，因为伊疼汉娜，若是耶和华关捌伊的胎，甲伊对头的毗尼娜大激伊，要互伊忧闷。因为耶和华关捌伊的胎，伊上到耶和华的厝的时，伊利加纳年年安尼行，
迄年仔游园结伊，伊就啼哭煞毋食。伊个丈夫伊哩家那甲伊讲：汉仔，你啥事啼哭？啥事毋食？啥事心忧闷啊？我对伫你欠无比10个囝较好吗？因伫寺罗啉食了后，汉仔就起来，这时伊伫耶和华的殿的门徛边，坐伫伊的位。汉仔的心内忧苦，祈祷耶和华来大啼哭。下官讲，万军的耶和华，你若可怜随着看顾你的女婢的艰难，佮少念我，无袂记得你的女婢，想使你的女婢生10个囝，我要互伊归伫耶和华到一世人，剃头刀无到伊的头壳。这点咱。宣讲信息是咱的计牧师要宣讲，伊的题目是母亲的祈祷，母亲的祈祷，咱将下面的时间交托给计牧师。各位亲爱的弟兄们，平安。平安。在这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快乐。感谢上帝，互咱伫母亲节的主日，有遮尔侪妈妈，社会伫遮参加敬拜上帝，也通过上帝的恩待，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一位妈妈，无论咱的妈妈现此时是毋是还伫地，还是讲伫上帝身躯边，我相信通过妈妈伊过去伫咱的身上的养育甲教导，甲迄个爱护咱确实经历着母亲的疼。伫咱拄则所念的诗歌中间，要讲起这位母性的上帝，嘛扮演妈妈的角色。所以咱这个妈妈无伫的，但是有一位上帝，也诚做咱的妈妈继续咧甲咱照顾。咱是特别感谢甲乐的，所以求上帝也施恩伫咱在座每一位妈妈的身上，咱拢会通身体永壮健康，咱继续来经历咱的世世囝儿对咱的友好，咱只是同心来祈祷。稳定慈悲满满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主日早起来到伫你的面前，阮伫遮学乐敬拜，愿上帝你的神即时阵临到道会中，互阮确实会通领受对天顶来的声音，会通明白你所要启示的真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捌为着相关的代志，真迫切来向上帝祈祷。当咱向上帝提出咱家己的需要的时阵，咱是毋是有相信上帝的确要应允咱所祈求的？若是上帝互咱的回应，毋是照家己所期待的结果，咱是会对上帝受气、埋怨，也是甲上帝争论，甚至咱过来的生活就无要搁再一向上帝来祈祷。会记得我退伍了后，我第2份的头路是伫咧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的公司咧上班。迄时阵因为我一位大学的同学已经踮伫即间公司咧上班，拄好迄个公司有要应征新的人，所以真可以就敲电话甲我问讲，是毋是要去遐上班？阮即个所在待遇真好伊甲我讲伊迄个薪水偌悬我想想诶，我即马甲我迄阵第1份头路比较起来，差不多差8到10箍我讲你嘛是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答应我的同学去应征所以就去到迄个公司去应征。想袂到讲迄个主管就甲我讲你后礼拜就敢来其实我迄阵第1份头路还未辞掉所以背后就是真歹势去甲这第1份头路的头家甲伊讲我后礼拜要去别间公司上班
所以变做讲，伫第二份工作的时阵吼，就爱下班了后去头一间公司去做迄个交接啦吼，所以安尼两边安尼走来走去。就安尼，我伫迄间公司开始上班。后来我见即间公司有一个真奇怪的文化，就是啉酒。哦，啥讲伊迄个文化真奇怪。哦，毋管伫即个各部门的同事，还是讲家己的部门的同事哦，只要主餐做伙食饭的时阵吼，一定拢爱啉酒。我记得迄个公司的文化是讲你新人吼，新的人去上班，就爱互人灌酒就对。就是讲，我拄去的头一礼拜，就大家做伙食暗饭，菜还未起来的进前，我就是每一个人都爱敬3杯就对，就爱敬一顺就对啦，拄迄天共桌的人拢总9个人，所以我未食饭之前都爱啉27杯。代表我第一道菜还未出来，我就去吐啊。所以伫迄个文化中间，只要是食饭，还是讲甲保险公司的主管做伙食饭的时阵，我就爱啉酒。我就爱啉酒总是啉秘鲁啦大家一定爱啉甲水茫茫，安尼较甘愿。有一摆我甲阮主管讲，我爱翘倒来转去，安尼啉醉会危险。伊甲我应一句讲，我嘛爱开车转去，所以就伫迄个中间，我感觉，实在是真辛苦，毋是上班真辛苦，是啉酒真辛苦。我后经过半年久的时间，我开始真讨厌即款的文化，为着会通有一顿饭通好食啦，所以酒啥，就是讲会批订继续吞吞伫迄个所在咧上班。但是工作将近1年的时间咧，1年了后，我发现讲，我若继续踮伫即间公司上班，我一定会破病。因为我迄阵真正啉到已经违法炎啊，啉到违法炎所以迄是对家己的身体真毋好，包括心灵嘛是真野性，所以我开始考虑要换头路。但是问题是我也无啥物款的专业啊，因为我大学是读地理系啊。你想讲读地理系出来要创啥？较侪就讲做老师啊，我做侪同学甲学长学姐拢去做高中的老师啊。因为修迄个教育学程，所以毋去做老师。较少是继续咧做研究，去到有诶是去中央气象局，伫遐咧做即个研究研究人员。所以你也无啥物款的专业，所以你找头路真正是真恶伫找，毋知要找啥，较侪拢是业务你做啥物款的业务。所以伫经过一段时间，伫人力银行一直咧敲找迄个新的工作，拢找袂着。我感觉真正是真烦恼啦加上讲我想要找的迄个工作至少迄个待遇袂当比即马较歹所以迄个我讲第2份的工作咧待遇真好所以伫迄中间我嘛真恶地去找着讲共一款待遇做我家己有兴趣的工作。后来伫无意中我伫即个网站的中间看见咱的总会事务所有咧应征这个理编啦即个教育中心咧应征理编因为我对即个理工即方面自细汉就有兴趣所以我就寄迄个履历表去我寄了就拢无消息咯拢无人打电话甲我讲有收到你的履历表当时来应征拢无甲我任何的回应就对了，所以我安尼经过三个月久了，我就感觉讲袂当一直等这份头路，我要找其他的。加上讲我还搁死头路，我就要递辞职书啦，递辞职书伫咧提出这个辞职批头一天，我问上帝做一个祈祷，我甲上帝讲主啊，我毋知影后一个工作是伫什么所在。但是我望这份工作是会通荣耀你的名，
我也无注意讲到底迄薪水是偌悬，还是讲伤低。哦，做这祈祷了后，隔天我就将迄个辞职书送出去。哦，送出去了，我永远是前途茫茫，我毋知讲我到底后一份头路伫什么所在。但是过两天，总会当天就打电话我，讲叫我去面试。我就一惊，讲哪会遮尔啊臭苦干哦。所以我就去面试，真正真顺利。伫过个月，我就去迄个教育中心去上班啦。经过即摆真奇妙的历练，互我对上帝持守真坚定的信心。因为伊是一位行神者技术专营的主。另外，弟兄妹，咱的祈祷是毋是有得到应允？迄个关键是在于咱是将家己还是上帝放伫咱生命中的第一位。是咱家己放伫生命中的第一位，还是将上帝放伫咱生命中的第一位？咱所求的是为着家己的利益，还是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伫今日咱所读的经文中间，是关系撒母耳伊出世的故事。伊除了是以色列的先知以外，伊搁较是迄个士师时代上尾一个士师啊。伫尾后，以色列开始建立到伫王国时期，上帝特别竞选一位王，就是扫罗嘛吼。撒母耳替伊高抹，伊成做以色列头一位的王。伊个经文一开始有记着撒母耳伊的身家背景，伊是以法莲人以利加纳的后生。伫经文中间有记载讲，以利加纳伊娶两个某。一个叫做哈娜，一个叫做比利娜。对这个顺序会当知影讲，哈娜是大某啦。总是尾后的记载是记载讲，比利娜有为着伊的丈夫生后生查某囝，但是哈娜无。为安尼，哈娜伊的心真艰苦，真哀伤，因为伊也真希望会当为着家己的丈夫会当生摊济济啦，为伊着丈夫生囡仔。有影伫古早迄个时代，无论伫社会还是文化中间，若是妇人人，无都为着丈夫来生囡仔，来传宗接代，互人看做是一款咒诅。就是讲上帝特别来甲伊处罚，所以伊无法度生育。丈夫甚至会当因为伊的某无法度替伊生囝，就将伊休掉。因为伊无法度尽迄个生囡仔的义务。上悲哀是，说使伊的丈夫，伊是丈夫大生出来，拄则讲哈娜可能是大生出来即个某，伊伫家族的中间，嘛会无地位。互人看轻，因为无法度生囝。咱今仔有爱看迄个追剧，追剧看迄个剧剧咱看迄宫廷剧迄宫廷剧真有意思就是讲皇帝拢会娶足侪某的嘛拢会伫个后宫内底伫遐争权夺利今仔咱看见哈娜甲比利娜嘛是即款的经历因为即个后宫皇帝的宠爱，就伫遐烧书一直咧演出即款的戏嘛。当时咱看起袂当为着伊利加纳生囝，即款的代志也袂当算是哈娜上悲惨的命运啦。哈娜上悲惨命运是安怎？互比利娜伫遐甲伊踢笑，伊无法度生育，无法度生囡仔。所以咱看经文的记载讲，这个比利娜看见耶和华无法度互这个哈娜生育，就甲伊做对头，常常咧伊生气。这样事，哈娜实在是真正是记载袂了啦，记载袂了。咱常常咧讲这个肉体上这个痛痛，拢较无法度比。精神上迄款的拖磨，搁较艰苦。因为即个肉体上的艰苦是啥？即款的痛痛，会过去嘛。但是咧精神上的拖磨，
迄是一世人的代志，迄一世人的代志。所以相信，这个比利娜和汉娜所承受的就是阮精神顶面的这拖磨，互伊足艰苦心的。其实亲像汉娜佮比利娜即款，咱讲一夫多妻啊，所造成家庭无和睦的问题，毋是干那伫遮出现啊。咱有看即个创世纪的记载，创世纪即个亚伯拉罕伊的某撒拉，因为嘛无法度生囝，所以尾后将伊的女婢下嫁，甲即个亚伯拉罕同房，同房了，当即个下嫁发现讲，伊有心啊，伊就伫遐，足骄傲的，开始看轻伊的祖庙。然后咱看起即个雅各，雅各有几个某？雅各两个某，他两个妾啊。当即个拉结甲利亚，也因为即个生囝的代志，伫遐冤家的时阵，咱看起利亚一定为着雅各生4个囡仔，但是拉结一个拢无生啊。所以尾后拉结伊真毋甘愿，伊无度替雅各生囝，伊就雅各讲，伊讲你着囝互我，若无我要死。咱看，因为雅各真疼拉结啦，所以拉结即款的埋怨的时阵即个雅各嘛感觉毋知要安怎是好所以伫创世纪中间，咱嘛看见即个因为一夫多妻的原因，所造成家庭无和睦的即款的状况。咱无都知影以色列人是对什么时阵开始，还是讲为什么也会承接外邦人即款一夫多妻的风俗？真有可能是因为需要较侪的人，咱讲迄个家庭中间需要较侪人咧做工啊。以早做事人嘛是爱生出一个囡仔，为着要去田里内底做事。嘛有可能是因为迄时阵的囡仔出世无偌久，有可能就是因为环境无好，还是讲卫生无好，就会夭折。所以需要较侪较侪某、较侪妾来生较侪囡仔。嘛有可能是为着要证明讲，伊是一位真有尊贵身份的人。所以伊真侪子孙，代表讲伊是一个真有尊严的即款的贵族。咱毋知影是啥物款的原因啊，但是至少咱知影讲，一夫多妻是违背上帝原起初一夫一妻即款的制度。一夫一妻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咱看见比利娜大伫遐折磨汉娜即款的事件，也清楚知影讲，若是破坏上帝一夫一妻即款的心意，即款的特殊，确实会造成家庭悲剧。就是汉娜无度为着丈夫留落子孙，搁互比利娜安尼甲伊苦毒。即时阵咱看经文的记载是以利加纳，伊既然讲出互汉娜伫遐真彻底，伫遐咱讲已经切心啊，彻底切心的迄个话语啊，即个以利加纳对伊讲，汉娜，你啥事低头，啥事毋正，啥事心忧闷啊？我对你敢无比10个囝较好吗？咱会通看见即个以利加纳完全无了解汉娜的心嘛。伊所承受迄款的压力是偌重，以利加纳完全无法度了解。所以以利加纳伊所讲即款安慰的话，若是互咱听着，特别讲在座咱即个妇女人，你若听你的丈夫搁甲你讲即款的话你可以活头，回房间把门锁起来那有无法度同理着迄款汉娜的心情，无法度理解，无法度去理解汉娜的处境。我相信有10个妇女人，听到即款的话，9个一定会感觉真伤心嘛。也既然亲密的爱人，无法度去同理伊的处境，伊的哀伤，所以汉娜只有是将伊的迄个眼光
自信伫上帝的身上，因为上帝叫法度互汉娜伊的性命逆转胜。伫解经文中间第5节有讲起，讲耶和华关目伊的胎。汉文圣经以前咧较无够清楚，讲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啊。上帝关目，咱讲生囡仔就是囡仔伫子宫内底，伫遐成长。啊，上帝关目伊的子宫，就表示讲伊无法度生育。所以伫这中间，咱知影讲是上帝的心意啊。上帝互哈娜无法度去得到一个囡仔。所以哈娜嘛知讲伊袂当要求家己的丈夫伤济，也是讲家己责备。讲无法度互伊生囡仔，所以咱知影哈娜伊就决定，伊要用谦卑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伊伫遐用真艰苦的心情、真痛苦的心情，上帝大声来祈求祈祷。伫原文中间真有意思哦，真大声，大声哭诉，大声哭诉伫原文。伊其实是两个口的动词。咱若看圣经，你看原文的时阵，若是两个动词同齐出现，表示讲的是一个加强语气啊。就讲讲伊真口啊真大，上中就对口啊真厉害啊。这大声祈求就表示讲哈娜伊的心情，真正是犹如刀割啦，犹如刀割哈娜对上帝伫遐祈祷讲：万军的耶和华，你若个人随乐看顾你的女婢的艰苦，我少年我无袂记你的女婢，想使你的女婢生查甫囝。这是哈娜对上帝的祈祷。哈娜伫遐真虔心，实意祈求上帝会通介入，会通来干涉伊悲惨的人生。为着伊平反这个真大的见效代，更较要紧的是，哈娜伊的祈祷毋是到遮结束啦，伊毋是干那讲你收拾我一个囡仔。哈娜伊尾后祈祷是哈娜祈求一个囡仔上要紧的祈祷，就是讲伊承诺要互这个囡仔一世人服侍上帝。讲。这个剃头刀无到伫伊的头壳，迄是一款力量啊！咱知影讲伫史书记中间有一个人，伊出世伊嘛是拢无咧剃头壳的只参孙啦。伊有特别甲伊警告讲，你袂当转伊的头毛嘛，伊的气力是对伊的头毛来。所以这是一个力量。咱讲伊出世就要成做拿细耳人啦。离俗人意思是讲，伊甲上帝有一个签订关系，迄个关系，互伊会当一世人拢成做上帝的这个勇士。所以咱看见哈娜的祈祷，伊啥要做这款的祈祷，伊毋是为着家己，伊是为着上帝的缘故。了亲爱的姊妹。上帝也意爱咱什么款的祈祷？其实咱拢知影，上帝所意爱的祈祷，就是掠上帝国的实现，最第一要紧的祈祷。就好像主耶稣伊捌讲，多多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因为当咱掠上帝国的实现，最第一要紧的时阵，上帝就要应允，就遮的物拢要煞予你。那你什么款的人才会掠上帝国的实现最第一要紧？就是伫上帝目睭中看做是义的人。这个互上帝看做是一个义的人，伊伫原文的意思就是尊敬上帝心意的人，尊敬上帝心意的人。所以对今日经文的记载，会通知影。这个以利加纳这个家庭一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因为伫每一年拢会前往示罗，伫遐敬拜侍奉万军的耶和华，是规家拢带去哦。表示是一个真敬虔的家庭，
所以咱知影讲，即个家庭是伫上帝目睭中是一个尊敬上帝旨意的人。所以当汉娜伫遐向上帝祈求祈祷的时阵，伊虽然内心所求的是会通手术互伊一个后生，但是伊并毋是摕即个后生来甲比琳娜比较，也讲你看，我嘛会通生囝，所以你莫阁甲我笑，毋是伫遐拼捧啊，讲我嘛是会生囝，证明讲伊无比较差就对了。伊向上帝求一个会通一世人归伫上帝，并且甲上帝立约的侍奉者。过去牧师的家庭，拢有一个不成文的即个咱讲一个甲上帝立约的关系就是因大汉囝拢要奉献上帝。过去迄个牧师的家庭。包括我的丈人，我的丈人的爸爸嘛是牧师，所以伊所生的头一胎就是我的丈人，伊就祈祷上帝讲要奉献给上帝，所以我的丈人嘛是牧师过去拢有即个牧家拢有即款的不成文即款的立约关系所以咱看哈娜伊嘛是共款，伊头一胎。祈求是会通一世人服侍耶和华。我相信在座咱每兄弟姊妹拢捌向上帝祈祷过，无论是为着家己的家庭生活，还是为着事业，还是讲为着教会的集体，为着教会的事工，为着咱的国家社会，为着咱世界等等，咱拢会为着这个代志祈祷。但是祈祷了后，咱到底要会记得咱祈祷的内容是啥物无？有侪人，我相信拢是掠家己最中心向上帝祈祷。好像像讲，求上帝会通帮助我，带领我，还是讲为着我做啥物款的代志。咱会承认讲家己真少是掠上帝最中心来向上帝祈祷。因为咱拢认为家己的代志较要紧，但是上帝大心会通成就我的心意，就我要为上帝做啥物款的代志，咱敢毋是常常安尼甲上帝立约。诚说一个牧者常常互兄弟姊妹所互牧者的责任，就是爱替因的家庭祈祷。通常兄弟提出祈祷的内容，较侪拢是为着家己的囡仔伊的课业伫学校的学习，为着家己的工作的状况会通顺利，还是讲会通佫升职，为着家庭的长辈身体会通医治健康，破病即个家庭会通得到医治，等等这些代志。通常牧者听到即款的请求的时阵，当然嘛是会替兄弟姊妹来祈祷。坦白讲，我真少听见兄弟姊妹牧者提出这项事，就是为着家己、为着囡仔，还是为着亲人，会通更较亲近上帝，更较认捌上帝，更较伫人命顶面诚实，来牧者提出祈祷。因较侪人拢是掠家己最中心。现在对今日开始，咱通改变咱祈祷的方法。咱祈祷的形态，咱透过汉娜这位老母的祈祷，这位艺人的祈祷，伊的内容，咱来学习掠上帝最中心的祈祷。这款的祈祷形态，就是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内底所讲的，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当咱将祈祷的中心对家己的期待转向上帝国的实际的时阵，咱会发现讲上帝对咱的回应绝对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虽然咱看见汉娜伊献上头上生的后生撒母耳，伊来成做上帝的器具，
但是咱看见哈娜并无伫遐感觉真惋惜，伫遐感觉讲啊，歹啦，我会真毋愿吼。咱看迄个阿伯来遐咧献以撒的时阵嘛是共款啊。上帝讲你爱将伊摕到伫我指定的所在，甲伊献祭。阿伯遐依照上帝的心意，真正将伊后生带到迄个所在，要将伊献祭。伊无因为安尼感觉惋惜。咱看见《撒母耳记》第2章是哈娜后来上帝迄个俄勒的祈祷。伫个祈祷内容中间，咱看见是哈娜真欢喜上帝来成就这项事。所以尾后咱会通看见上帝伊后来真眷顾哈娜。哈娜尾后佫生3个后生，2个查某囝。哈娜无因为献上撒母耳诚对是上帝的器具，伊就无搁再互哈娜生育，反正搁互伊3个后生，2个查某囝。毋然呢，咱会通看见哈娜嘛是一个持续上帝祈祷的老母。伫经文中间，咱会通咱并无法度了解讲到底哈娜甲即个以利加纳到底结婚偌久啊？经文无安尼记载，敢若讲伊结婚了无生囝。但是我相信，自从哈娜结婚以后，心内上仰望的就是通早一日替伊的丈夫生一个后生。总是上帝，伊既然将伊的子宫关目啊，伊无法度尽一个妇人人的责任。为着安尼，哈娜一定真艰苦心。所以每一年，当以利加纳因全家去到伫示罗的所在敬拜上帝，哈娜一定会掠着即个机会。我食饭饱就去祈祷，就去真迫切祈祷，大声祈祷。而且你姊妹，咱是毋是有持续上帝祈祷的经验？也咱祈祷的时间到底有偌久长？咱为着这事。祈祷上久的时间是偌长的时间。过去我分享过，我的父母为着我的兄哥祈祷，互伊望伊会通浪子回头啊！祈祷20年，因为阮哥哥伫高中毕业了，就去读军校，伊读军校了，就开始离开上帝，就拢无去教会，甚至离开信仰。即中间伊就足费累的。伊真正是安尼，啥物代志拢，互爸爸妈妈真伤心嘛。但是我爸爸妈妈无放弃，一直替伊祈祷，祈祷20年，到35岁时阵，阮哥哥浪子回头。咱到底上帝祈祷迄个时间偌久？为着这样事，当咱祈祷啊无到迄款力不从心的时阵。咱是毋是也失去继续祈祷落去的动力？你经过这样久长的时间祈祷了后，上帝是毋是有回应咱的祈祷？咱是毋是愿意接受祈祷了后，上帝对咱的回应？但是咱上帝求这项，但是上帝互咱这项，咱讲上帝你无听我的祈祷，我甲你求这项，你想要互我这项？我甲你求变路，你互我路用啊？咱会伫遐上帝来埋怨啊。所以耶稣伊捌讲过一个不义的官的譬如，伊用即个譬如来教导学生，着爱常常祈祷，毋通伫遐灰心。耶稣用即个譬如的目的，主要是要教导咱，甲咱提醒，即使伫譬如的中间，迄位互人称作是不义的官，也因为无要搁再互迄个。寡妇不断来甲伊叫了，讲我该替你解决你的问题啊。何况迄位互咱称作是公义、慈悲怜悯、满有慈爱的天父上帝，伊兼无用搁较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不断祈求的儿女。伫即个地面上，即个不义的官拢会替一个人咧伸冤。何况是迄位踮伫天顶、充满公义的天父上帝。
我真爱是首诗歌，叫做《我祈祷来到你面前》。哦，这首诗歌检测有人哦，对伊的歌词哦颇有微词啊，哦，感觉伊无符合的性格，哦，无符合性格吼。哦，但是我感觉这首诗歌是互咱会当学习持续向上帝祈祷真好的一个范本。哦，这歌这首歌的歌词哦，伊头前拢无问题啊，吼。我祈祷来到你面前，我要找求你吼。啊，伊较引起争议的是副歌啦吼。伊讲每一摆我祈祷，我摇动你的手吼。哦，啊，有个人就针对即个部分吼，感觉伊吼较无符合伫性格吼。但是我对这个歌词，咱有一个另外无共款的解说啦吼，就是讲伊迄是一个迫切性，伊真正想要得到，所以好像像囡仔父母，伊咧求一项物件时阵，伊会扭伊的骹，吼，伊的迄个吼，伊的裤吼，啊，也是讲伊的手拇安尼吼。伊讲啊，你互我，你互我吼，我家己解释是讲，是一款真迫切的祈祷啦。吼，伫诗篇有讲啊，我心无上帝，亲像落切切心无溪水共款。迄款真迫切的恳求，上帝的确要听咱即款迫切的恳求。有影上帝是为甘愿将各种的好物，互遐不断祈求的老爸，好像耶稣伊所讲的，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见若求的得着，找拄着，拍门的就甲伊开。保罗先生也捌免提过基督徒讲，着爱祈祷无煞，因为这是上帝踮伫基督耶稣恩灵的旨意。着爱祈祷无煞。伫圣经中间足侪个所在记载，迄个什么人祈祷上帝，迄个祈祷拢是用现在式的动词。啊，现在用现在式动词，就是意思讲伊持续不断的祈祷。是今年15章26-25咧讲，耶和华离开歹人远远，总是伊听义人的祈祷。使徒雅各伊也捌安尼讲，义人的祈祷，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另外，弟姊妹，咱是毋是有即款的确信？拄则有解说讲，义人是啥物意思？是行伫上帝心意内底的人。咱的性命若一直行伫上帝心意内底的时阵，咱的祈祷就大有功效，因为咱称作是义人。对哈那这位老母的祈祷，咱知影上帝喜爱，并且应允义人的祈祷，因为因的祈祷是掠上帝做中心，因所求的是掠上帝国实现做目标，所以因愿意顺服上帝对祈祷的回应，并且知影上帝所赏赐的绝对是上水的礼物。我要紧的是，上帝伊爱咱持续不断开出来祈祷。祈祷的目的不在上帝求，祈祷的目的是为着要甲上帝建立关系。哦，所以咱毋通好像像咱讲迄个非基督徒，哦去庙寺祈祷，哦就是干那要求物件。我即个神求啥物，迄个神求啥物。哦，咱祈祷毋是简单咧上帝求，佫较要紧是爱甲上帝建立关系。当咱个关系建立起来，当咱上帝甲咱个关系健全的时阵，咱就知影上帝永远袂误事啊！有一首诗歌讲，上帝永远不误事啊！可以伫上适合的时间显明伊上大的问题。咱相信上帝互咱祈祷的回应，一定是上适合咱的啊！所以过去定咧讲，咱是祈祷咱所需要的，毋是祈祷咱所盼望的这是无共款的我们不是祷告我们的欲望，我们是祷告我们所需要的。上帝互咱的嘛是咱所需要的。若是讲上帝拢要互咱所欲望的，安尼就会引起世界大乱所以求上帝帮咱
会通更较相信上帝伊是一位听祈祷的上帝。当咱的迄个咱会讲主我伫上帝身上的祈祷，上帝拢会应允，向咱同心的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通过今日汉娜这位老母的祈祷，我会通学习。当我每一摆祈祷的时阵，我要掠上帝最中心。所以我知影有时阵，阮所祈求的，拢是家己所期待的代志。有时阵，即款的祈祷，毋是讲毋对，拢是因为即款的祈祷，常常会互阮将迄个目标，现着所在，阮看着你是阮灵命。做帮助阮，互阮会通掠上帝最中心祈祷，互阮愿意顺服上帝对阮一切祈祷的回应。阮知影，你所互阮的回应，绝对是你想出互阮上水的礼物。主恳求你也帮助阮，互我学习怎样继续祈祷，不断祈祷，因为这是你爱阮学习的功课。听像保罗先生所讲的，就祈祷无煞。当阮祈祷的时阵，阮的目标毋是要下伫简单向上帝求，搁较要紧是阮会通甲上帝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阮相信上帝你所要成就的，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上帝你所要成就的，绝对是名无事。上帝你会伫上适当的时间，将阮所求的赏赐互阮。互阮也因为你对阮祈祷的回应，阮不闪时向你献上感谢。做帮助阮，互阮伫祈祷的功课顶面，确实会通知影，伫每一个祈祷的中间，上帝你拢有听见；伫每一个祈祷的中间，上帝你体贴阮的软弱；伫每一个祈祷的中间，上帝你要找圣神，加添互阮有开力，互阮会通仰望上帝你所成就的，确实是一件上大的恩典甲礼物。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条咱来念回应的诗歌，圣诗第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圣诗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声，你若是阮靠你尊名，亲像得较钱。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摕你大富有，恳求你成事。这点咱起你在练在首344首。
请坐，这条咱们来应答上帝话，请咱来奉献，请男女执事、达任执事来施献。奉献的心。请坐。这条咱主日学的学生要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叫做《妈妈，妈妈，我爱你》。快乐！熊宝，那个是熊宝。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你永远不会
美丽。高高高高高你，深深的深入你。妈妈，我爱你，我要转达离开你。谢谢谢谢谢谢你，温暖了我生命。我最爱的公寓，我不在身边，救主耶稣保护你。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你永远都是美丽。让我抱抱抱抱抱抱你，这些年来辛苦你。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不想长大离开你。我想说谢谢谢谢谢谢你，热爱着我生命。妈妈，妈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不想长大离开你。我想说谢谢。谢谢谢谢你，用爱灌溉我生命。生命让我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把天上放光明，好像你们有眼睛。妈妈，妈妈，我爱你，救主耶稣保护你。对，开始了。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1、2、3。谢谢你。真可爱一个这细囝吼我相信咱这妈妈若听到因吟的诗歌吼，搁较艰苦嘛是会感觉足心内足大的安慰啦吼。那么咱煞接吼，咱来报告吼，伫报告的内省吼，咱要来读咱即礼拜经句，咱来读2遍。咱台语来读2遍，华语来读1遍吼。伫咱周报第2面的同下面吼，同下面咱即礼拜经句，咱来读2遍，用台语来读2遍。预备来，所以我甲恁讲，既然恁所祈祷来求的，就是已经得到，就要甲恁成。马可福音11章24节，一遍来。所以我甲恁讲，既然恁所祈祷来求的，就信是已经得到，就要甲恁成。马可福音11章24节，华语来。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来，我即时来报告咱刚到咱这大家庭的迄个消息吼。请咱先开周报第3面本会消息的第2项吼。咱今日是母亲节的主日吼。咱教会吼，咱就准备要赠送吼每一个妈妈吼礼券1份吼祝福在座所有妈妈身体健康喜乐满怀吼。那么因为咱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关系吼，所以咱今年吼一家一菜这个爱餐活动吼就暂停。小等来请咱牧师来再来分这个礼券吼。第3吼，本会伫个国老站的这个入口处吼，有放一个自动的感应酒精的喷雾器吼，提供互兄弟姊妹使用吼。所以咱进入咱的教会或者是2楼3楼吼，拢着爱养成这个习惯吼，着爱来这个喷这个酒精并且这个挂喙咱尽量咱照咱这个中央疫情中心的这个规定来行，因为咱教会非常有福气咱对疫情开始到即嘛，咱拢无停止聚会这是咱真大的福气所以咱要维持这款的习惯。第4项这个咱的学生团契咱有设计有制作这个团体服装要义卖拢总有2种的款式这顶礼拜咱牧师有甲咱这个 demo 过那么咱每领是500块啦检查咱感觉哪会遮贵其实这有2种的意义第一种的意义就是因为遮的这个 logo 拢是咱学生团体所家己设计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外口拢买袂到的这是这个买袂到的那么第2个意义就是咱这个内底500块内底是要有250块做咱教会建堂的基金这是咱学生团体因的努力要为着咱教会建堂基金来募款所以请咱兄弟会当踊跃来订买啦那么以后咱教会参加活动的时阵，咱拢会当穿这个服装去会感觉较一致所以咱请要订买咱蓝莓伫倒？咱袂举手，因为即摆挂喙仔有些人拢无啥会啉所以过来所以咱踊跃小等踊跃紧甲咱面面因为这时阵有限量较慢就买无啦过来咱的拜三的查经祈祷会上半段是查经是咱牧师来主理后半段是祈祷会是正会长老来主理请咱兄弟会当踊跃出席来参加咱教会这个有祈祷就有困难所以咱一齐用祈祷来建造咱学的教会那么第6点非常重要咱的主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咱为着咱这个玉山神学院的这个义务的这个时间，咱来关心来做个奉献第7项是这个月只有1个礼拜就是5月31日咱要举行这个咱今年度第1遍为牧师馆贷款的献小猪记献小猪记咱过去已经献几遍拢大家拢真用心啦真关心所以阁无几天的时间所以咱倒去咱的这个你讲若无饲饱咱尽量去甲饲了饱然后伫5月31咱会当摕来咱的中间咱来做这个献小猪记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请咱来注意
线接吼，咱后壁大岛的生活内底有关基体大岛教会事工以及为国家社会普世祈祷这内容吼，请咱家己看吼。那么下周吼，下周是要请高玉山牧师吼来甲咱正道吼所以题目以及圣经史吼，而且请咱家己来看。咱先开题目面吼，咱的方面的报告，请咱兄弟这个若准对这登录有问题有出入者，咱免客气用咱的财务来应接煞接下礼拜这个事项吼这个咱的同工请咱来注意顶礼拜自费甲出席的人数也定有写，请咱家己来看煞接补充报告甲清目请咱牧师来处理。首先，咱咧将这个礼物送互每一位妈妈吼，所以伫遮请在座每一位妈妈会当起立吼，互阮代表教会代表10位吼来将这礼物送到恁的手中吼，而且咱的亲人来协助吼，咱请妈妈拢起立吼，免客气，只要是妈妈的拢起立吼。还你也是妈妈。只要是妈妈拢徛起来，免客气哦，都徛起来。妈妈辛苦了哦。妈妈节快乐。还有没有？都有给你哦。刚刚有一寡家长是妈妈伫楼顶哦，较等一下哦。好，咱搁再一摆，该多谢妈妈辛苦了。礼物早顿起来，记你爱给使用吼，不要拿给爸爸吼。好，咱感谢妈妈的辛苦了吼。今日真正是真欢喜哦，看在座也足侪妈妈的囡仔拢有回来吼。咱特别要介绍那个蔡牧师、牧师娘吼。今日一个短时间依家是神奇教会成立了14届，由我在服侍啦吼。咱过去有请蔡牧师来做迄台历代，吼毋知咱早顿个咧做无？看到真侪人拢毋知去要倒位去吼，氧化了吼。表示讲个请蔡牧师来啦吼。咱即个社青也是讲，即个上进团体拢会参。安排时间，然后请蔡牧师来甲咱教谈理解吼。迄个都过无看到怡安，怡安是做威士从花莲回来吼，伊即摆去花莲工作吼。迄个淡薄拢较山明水秀，不会有疫情来。匆忙的影，足久无看到恁啊，毋知有无介绍到迄个头一摆来中足久无来，咱甲恁教会甲恁欢迎吼好过来就是讲，拄则水船长有报告咱学生团体即个赐福的预备吼。咱顶礼拜有讲起有两款式吼，主要即个预备，亲像主任长所讲吼，咱有两种用途第一种用途是讲，咱若是有即款教会全体性的活动出去吼，咱穿即个 T 恤较一致吼，过来是讲为了咱教会建堂
这个部分咱来奉献所以中菜500块听起来敢若足贵的当时伊一半的费用是为着咱教会的建堂一个好消息是咱图书馆建堂的的这个贷款到6月底就会当行了咱是迄阵按算7年的时间要行了个人咱真正是7年的时间来将伊行了一切拢是上帝恩典兄弟姊妹也愿意甘愿来奉献当时咱有100万的土地靠这土地咱希望继续为着这个事咱来奉献其他咱无因为这贷款的问题互咱的事工拢绑掉，无法度做事工咱反正是因为更较积极有人咧奉献，咱就做较侪事工所以求上帝继续施恩怜悯伫咱的中间主要袂去介绍迄个圣汉甲绵绵伊嘛足久无来做礼拜因为这疫情的关系咱伫遮犹原要做代祷啦咱嘛是继续为着做长老祈祷做长老顶礼拜六已经出院转来到家庭咧收养但是伊困的时间较济啦困的时间较济做长老呢较担心的，就是讲伊拢无照气工咧食药伊敢做长老拢较随时讲交代上帝但是咱知影讲。嘛是要照气工来服用这个药用在整个身体各种的机能会恢复会较紧咱求上帝特别怜悯咱嘛为着秀珠的孙来祈祷啦因为迄个好像是乳糖因为迄个胃肠因为乳糖的关系所以拢落屎最近改食牛奶粉有较改善那么为了预防或者预防迄个大鱼迄个鱼频繁的烦恼预防咱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咱嘛为着在座每一位妈妈祈祷啦咱妈妈做辛苦的求上帝来带领保守因每一天拢喜乐拢会通健康的身体特别是咱的囝儿时势爱会记哩有效我过去捌讲过有时代会通有效是咱的是咱真大的福气咱要有时代人，互咱会通来甲伊有效，迄是咱的福气所以咱替咱的父母特别咱替咱的妈妈来祈祷好，咱就去为着这几项事咱来咱来祈祷。我想台湾感谢台湾地主的，特别是父亲节的主的器官，那个主题，那个是很诚心敬拜，都根据你体温在这里，所以我感谢你兄台湾是像是观点那对你这个力量完全对到人生的战士。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互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位真亲爱的妈妈。阮在座兄弟中间，因为拢有这位妈妈来甲阮养育互阮确实经历着天父上帝的疼。虽然
有诶兄弟因妈妈内心去到伫上帝诶身躯边，你互阮伫每一摆父亲节时阵，会通来记会通互阮想起过去妈妈伊对阮诶疼。像是阮伫在座中间兄弟若是妈妈还伫地，求上帝你互阮尽阮诶义务，尽阮诶责任，好好来友好阮诶妈妈，互因伫地面上诶年日诶中间，会通搁再一摆通过兄儿孙诶友好来享受伫地面上一切诶福气。也为着做长老身体诶衰烂，求上帝你继续来医治看顾，做帮助，互伊会通照时间来服用药仔，互伊身体恢复元气，互伊身体恢复健康，通搁再一摆甲阮三甲斗阵伫礼拜堂来敬拜上帝。主求你赐阮照顾做长老娘，互伊伫照顾做长老时阵，也有勇壮健康诶身体。互伊教育会真实体力来照顾做长老，也为着预办这位细囝，阮恳求上帝，你赐阮照顾，通过阮敬兄弟姊妹替这个细囝祈祷，阮也个人看见天父上帝你对这个细囝会疼，求上帝你赐阮保守，互伊伫成长诶过程中间，搁再一摆来经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对伊的关心，对伊的疼惜，阮特别为着这边这个我的肺炎疫情，恳求上帝你继续来施阮，阮感谢你，互这个疫情已经渐渐来得到恢复，阮虽然爱继续谨慎来过日子，拢是阮也无。因为这个疫情的稳定，阮就来放轻松。阮当是为着人甲人中间这个关系恢复的缘故，阮也会通保守家己的身体，会通保守着别人，尊重着别人甲因的距离。阮将这一切的祈祷，拢搁再一摆在你面前。求你赐阮看顾赐福，祈祷恳求，从最后所基督的圣名。阿门。多谢。线接落来念祝福诗歌，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咱起立来念。你心坎，主的条你心间，大地同在，万主耶路边就领主的万代里，主行是过主的。牧师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圣神相通的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甲基地，特别甲今日在座每一位母亲三甲基地，保守因身体勇壮健康，每一天经历天父上帝互因的喜乐平安，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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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下次每个一回。
今天比较开始，所以好，即摆伊准许的拢在放慢。对啊。有没有去那个牛肉面那里？王家他在。我知啦，我知啦，我知我你是什么路？你比如我到回来就一点点产品到。过了。